台视新闻独家镜头来关心台中县市小甲了后，14期长卫区即马当咧规划，刷落来4块位啊，有洲际野球场、出名百货公司，也有巨蛋这大型的建设。台中商圈可能会刷位不平，特别是11期和14期，刷落来会上届热市。最近有民众发觉讲，中卫区内底这空地啊、铁网啊，互人破坏，头粪扫，也有这个土屎，惊讲会变做是粪扫山。 看过去规片的空地啊，全部拢是台中市14期定位区。这个所在当准备要开发建设，不过这阵啊有民众发现有人走来乌白倒粪扫，是不太有公德心。是袂使安尼啦，惊用铁丝尔没有用啦。 定位区的范围真宽，所以无好管理。得今上好的地段，伫变做相关进前，就先互人有一个粪扫山的印象。 重划区外围的铁丝网被破坏了一个大洞，不仅不肖人士跑来倾倒垃圾，甚至是废弃物，现场异味四散，还严重影响市容。因为那个地方太空旷哦，增加夜间不能巡逻，这样才会防止这个废弃物倾倒的发生。14期定位区所在有400多公顷，是目前台中市上大的定位区。附近唔但有洲际野球场，未来阁会有百货公司、巨蛋这的地票。台中上闹热的商圈，未来有机会会向北平刷。附近的农地定位变作建地了后，一平为20万起到60万，平均起3倍。未来14期，或者说在这个我们的北侧这个发展，其实未来确实是我们台中市 非常重要的发展重心，确实在最近就发现，不管是建商或者对于在14期有兴趣的询问的这些民众来讲，是非常的多。县市合并了后，北屯区有可能会为2北区变做2林区，民众嘛拢真希望建设进前的这段时间，相关的单位都要做好维护管理的工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